大家好啊！Covid-11，今日同大家介紹絕居寧夏快閃餐廳。呢間餐廳有4間分店，我今日去到香港嗰間餐廳。咁呢間餐廳係香港油尖旺區尖東站附近嘅。我當時係8月10號，嗰陣時嘅活動再幾日就完，最後把握時間嚟呢間餐廳。睇到啦，餐廳佈置嘅環境啦，餐單啦，見到好多都送晒啦。我嗌咗呢個意大利麵118蚊嘅，味道相當唔錯嘅。咁就送帕辣德同埋自餐墊1張。我叫咗草莓乳酪燕麥碗78蚊，食落有酸奶嘅感覺，草莓食落好甜。送明信片1款。然後我就嗌咗桂花烏龍茶配餅乾，飲落去有桂花味道，但係佢已經冇餅乾。加滿200蚊送閃卡1張。期待下年可以繼續搞呢個活動，請記得點讚同訂閱啊！